古早人讲，红菇粿 Q， 食落会长岁寿。过年过节，家家户户拢会当看到红菇粿。伫高雄有一个专门收集粿模的老师傅，到当时已经收集40多年啊。因兜即马有1400多支粿模，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项咱台湾真有代表性做粿文化。 掺入去在内米，甲粿模烂好嚼，互伊会黏会 Q。搁来包鸭、炒好圆，放伫咧粿模，印做红菇的形。高雄凤山即间做超过70年的老粿店，过年时啊，一天卖超过500粒。 炊好的红菇粿就爱抹油，皮才会金光，保持 Q 底底。台记卖菜有一句红菇粿抹油，号做水面。 原来是对家来，要拿这粿印学问就真深。寿姑代表长岁寿，收藏粿模40多年的黄凤鸟老师，粿模满厝经。23岁开始收藏，即马已经收超过1400多支。 7成拢是红菇的形，其中佫有一支超过1架子的上特别。这个唔是正常的师傅刻的，具体是有歌互你送，还是怎么样？伊感觉讲我著找一个茶，我家己刻的，他的希望会更大。招财进宝啊，甲那个福禄寿全，啊，个必祖千孙，上个原始的迄个文化含义，现在就较少人捌。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要传落去。甲希望安得咧古刻是台湾人敬天破失的精神，总是时代变迁，规模愈收愈多，嘛表示老店一间一间收起来了。早起10点外，高雄盐埕第1公有市场，这搭将有少年开的单位，准备做生意。 头家人拢叫伊红菇的，即阵已经传承到第3代。我妈妈慢慢研发到这种红菇粿用红面搁咧换，调色调出来嘛，袂歹看。改良传统的红菇粿，用天然的火龙果做粿皮，取代食用色素，甜度也做过调整，希望拍入少年市场。阮就想讲要展现伊的。 阮台湾在地人的伊个韧性，像自美安尼才抽着，阮的精神就是安尼。代表台湾传统美食文化的红菇粿，走向创新，食会着健康，也有人甲做成古水的黏土，寄望台湾文化开枝散叶，长落落。记者阿敏珍、赖维祖高雄报道。